这是感谢馆长甲各位好朋友吼，无气嫌啦，像啊尽量来斗相共，无问题。好，时间就到你啊。好啊，好，无问题。安尼就免阁小解啦吼，安尼我就直接开始啊，好无？好。我随分享画面吼。好来，馆长，咱线顶的所有的好朋友吼，大家熬早吼，10点嘛无算熬早啦吼，重点是讲这个，咱今仔日吼，有这个机会来和大家分享一寡我写作的一寡手路啦吼，看法啦吼，我都讲真心，其实我嘛搁咧学习吼，我有当感觉吼，我拄开始写第一篇小说的时候，伊就得奖啊吼。写第2篇、第3篇嘛，拢煞咧得奖吼，所以我感觉我做到写小说咧。毋过吼，即马写到一段这坎站来了吼，感觉家己做含慢写小说咧吼。为虾米？有当人生就是安尼啦吼，拢有当时功夫吼，你真正下一寡功夫去甲学吼，真正去甲操作去甲写去甲铺排了后，你才会发现讲即摆有当时翻头去看咱家己进前的作品吼，感觉无遐尔好。当然人生就是无迄个后悔药通食，对无吼？人生就是一直往前行嘛，一直向前行。所以我即摆嘛袂讲因为安尼，我着翻头去感觉家己的作品无好无值得讲进前我捌伫即个一寡场合分享过一寡观念啦吼，我以前即个彭耀乾彭老师吼，伊伫教阮读即个现代诗的时阵，伊就捌讲过一句话伊讲写一首歹诗吼，比无写较好。共款阵嘛要讲吼，写一篇歹的小说总是比无写较好。为虾米呢？就算伊是歹的小说，但是呢伫你迄个书写的过程当中吼，其实你着甲一寡文字。甲一寡人生的故事记录落来当然小说是安尼啦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毋过就这个作者来讲，伊想要甲伊写做一篇小说伊绝对毋是干想要讲故事尔绝对毋是干咧讲故事尔，因为讲故事即件代志，当然真侪人讲老师小说就是讲故事，无毋对，但是好的小说。伊可能要讲的故事内面有藏一寡人生的迄个意义对即个人生的即个道理伊想要去探讨，也是讲伊要去探讨一寡议题，伊要去探讨一寡议题所以我讲以写小说来讲就算讲写得无好伊无当成做一篇真好的小说袂当即个流传久远。总嘛是一篇小说，所以用这个观点来看虽然即2档翻头过去看我进前写的小说当下可能感觉家己写得袂歹但是有当时佫翻头去看的时候，就讲若准即摆来写，应该可能会佫较进步但是呢，人生就是安尼无后悔药所以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讲含各位咱线顶的所有好朋友共同勉励啦因为有一寡写作的即个场合我拢定来分享一个观念你有真侪人生的故事，但是你若无写出来你拢无机会讲互别人听喙讲的是一回事真诶喙讲的是一回事。我听过真侪足精彩的故事但是拢是为喙里讲出来，但是伊拢无变做文字，这是真可惜的。为什么安尼讲呢？你看喙讲出来的故事，若准无变成文字听过一遍尔，除非你有甲伊录音录落来。但是若准变成文字的伊有可能会100年、200年后，阁有人咧看咱即摆莫看轻咱家己的即个文字你看100年前你敢会想着讲台湾即摆逐个强滚伫遐学台语，逐个伫遐强滚伫学罗马字、学汉字。想要甲咱喙里内面的即个语言留互咱的下一代，绝对想袂到的。因为100年前，咱认为讲台语都真正常迄
迄个时阵日本人统治咱台湾，官方的语言当然是日语无毋对，但是即个咱民间的生活大家厝内底讲台语真正常啊，你若讲客人讲客语，原住民讲原住民语，即种真正常的代志啊，无人会去想着讲100年后，咱竟然必须爱伫这个学校的场合内面去甲咱这个不管是台语啦、客语啦，还是原住民语，摕来正做一个教学语言，这咱想袂到。当然，虽然是安尼啦，咱的语言当伫这个消沉失落当中，也毋过因为安尼咱有一寡加强的措施，什么意思呢？希望讲咱会当甲文字留落来，所以咱有认证，有鼓励老师去考认证，对吧？你也要书写，这个书写就是变成一个足大的力量。我即几年有一个上大的感觉就是讲平平和我同一院的一寡真优秀的老师，因讲真好讲，上课嘛真精彩。但是我拢感觉我替一寡无咧书写的老师，我就感觉较替阮感觉可惜啦，应该讲感觉可惜啦。为什么？我来讲，毋是讲我较高级嘛毋是讲我较敖我要强调是讲有的老师伊足好讲的，上课嘛足精彩的，毋过伊足可惜的，因为伊可能无迄个书写的习惯，所以伊无法度甲伊一寡精彩的人生的故事变成文字你讲诗嘛好嘛，对吧？这个散文嘛好嘛，小说嘛好嘛，对吧？但是无，这就真可惜啊！我会记得旧年安珠老师甲我邀请的时阵，我是讲对平凡的人生写起旧年我的题目叫对平凡的人生写起我写的就是一寡较生活化的物件比如讲我细汉厝内一寡散车艰苦的故事我甲表达出来尾事后得到真侪回响啦种有真侪老师甲我讲老师阮兜比恁较善呢，讲对啊，但是你无甲写出来。阿俊啊，恁兜迄无够善啦，恁迄是送甲要送甲鬼要鬼拖去啊！阮兜是送甲连鬼都无爱。讲对啊，但是你无写。伊就向往听我咧甲讲伊向往有一个反应，有一个感觉讲对阿俊啊，要甲我点醒就是我无写。我即几年来我定定伫吹哨一个工作，就是讲各位老师，你的人生的故事遮尔精彩，你为啥物无甲写落来？你甲靠一支喙来讲，迄是无够的。为什么？因为书写才会当即个流传久远啦，对无所以即件代志真重要。所以今仔日伫话头，我嘛是要鼓励老师因为我看咱线顶真侪老师有真侪拢已经是真资深的。伫咱即个本土语言的领域内面已经是拍拼真久的真侪老师伊即不管是教学口语能力拢真好，也毋过呢真可惜，因敢若较少伫书写，这就是真正我拄则讲的较可惜的所在你遮尔精彩的人生的故事你无用台语写出来，是无遐尼可惜的代志我定定讲迄个故事2009年2009年，我臭豆腐的滋味头一摆得奖的时阵，迄年我有甲这个好消息甲阮老母讲阮老母佫在世伊就叫我甲迄个故事迄暝围炉，就是过年暝围炉的时阵，伊叫我念互阮规家伙人听阮大兄、阮老爸阮遐个兄哥、小弟、小妹我家己想讲我可能念袂落去因为内面有一寡悲伤的感觉嘛我就叫阮二兄的查某囡仔因为伊进前有国小的时代就有学台语嘛，所以小可会晓吟，会晓念文章互伊念逐日念到7、8成，念算袂歹。但是你毋知影，念到一半的时阵阮规家伙即连阮老爸伊目屎嘛是甘目甜虽然无哭出来，但是目屎嘛是甘目甜。迄片臭豆腐的滋味甲阮规家伙迄个伫台北拍拼，迄个人生的即个人酸甜苦涩全部拢讲着。规家伙迄篇文章读完了后，阮老母哭，我是作者，我家己本身嘛哭
吼，啊，阮阿兄、阮老爸吼，哭袂出来，但是呢，目屎甲目见，吼，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吼，文学吼，文学一个足大的力量是啥？吼，伊有治疗的效果，吼，伊有治疗的效果，吼，透过书写会当甲咱规家伙仔感情吼，白白做伙。阮规家伙仔，阮7个兄弟姊妹，吼，阮兄弟姊妹感情为虾米遐尼好？因为细汉的时阵，共同经历过遐尼啊艰苦、遐尼啊散车的日子，所以大汉了后就知影，兄弟姊妹袂当相争。为虾米？因为相争无意义，因为根本无啥物通好争。咱敢若有尽义务、尽责任的即个工课尔。对父母爱尽义务、尽责任，对囝儿逝世爱尽义务、尽责任，对吧？吼，所以我讲的意思是讲吼，这是一个足好的心理治疗的工课，所以我定讲文章写作这个毋是小说尔散文嘛有现代诗嘛有绝对会当产生这个咱规家伙啊厝内的人这个感情的这个治疗的效果。我嘛捌写过现代诗，写阮阿母的背影。今年母亲节时阵，我就把迄首诗打出来。阮亲阿兄看到面册了后，就私底下去甲我分享讲，我迄首诗写了一寡点，伊感觉足感动的。我家己亲阿兄，所以我意思讲兄弟之间的感情，透过书写，会当甲阮兄弟之间的感情愈合足活的。共款。青训的一寡老师，无识的老师看到迄首诗，伊来甲我回应讲：老师，迄首诗含阮兜足像的，只是讲恁阿母少年伫做裁缝，伫用车衫，阮阿母少年伫田里做事，我讲拢共款，做是无共款的工课，但是迄拢是母爱，对无所以我讲即几年来透过写作我得到足侪好朋友。定定不时有人来甲我分享伊对我的文章的一寡想法感想安尼小说的部分虽然写的无一定是咱家己的故事，但是咱透过小说的书写，会当表达咱对某一种议题，还是某一种主题的看法这嘛是一个真好的这个重点啦所以我的话头用较济就是要甲大家讲只要各位开始书写，不管是写诗写散文、写小说，拢是真好的工课绝对会当帮助你甲你嘴里你讲的这个语言变做咱的未来的文献你讲老师讲文献，敢若遐尼伟大，本来就是文献你这个文献毋是讲偌有价值，才会叫做文献的只要这个文字留落来，未来后摆有人可能有机会看到、读到。拢是文献，你要有这个态度，安尼你才会认真拍拼，你才会认真去写，所以我阵用这个简单的这个话题来提醒咱所有线顶的好朋友，因为我看到面顶真侪拢是我熟悉的一寡好朋友，嘛趁这个机会咱大家互相鼓励互相勉励求进步，毋茫讲咱大家拢会当未来有机会会当成做一个台文的写作者，毋是要做大作家。写一篇迄个朗读稿去甄选，嘛是真好。参加这个一寡这个小型的比赛，甚至甲伊写做你的这个日记，甲你的日记，也是写伫面册顶悬。你看各位，我写伫面册顶悬的拢是台语，毋是华语。华语伊也看无，伊也讲台语伊看无，无要紧，莫勉强看相片，对无无相片就莫看安尼尔。咱就是要甲这个文字留落来嘛，所以请各位老师真正毋通客气毋通这个想济你想济你就写袂出来真做一个写作者就是莫想济你嘛咱莫惊因别人对号入座啦。啥物叫对号入座？像我伫写小说，我第一本《杨桃将军》内面有一篇叫做《校长室的一蕊花》我有写到3个时代无共款的校长。有真侪人就来甲我问讲，阿俊你写的这个校长是咧讲啥物人？我毋是啦，你想啊这种因为啥物人啥物外省的有成呢？讲外省的校长较侪，敢讲外省的校长就是一定是伊，对无共款迄个查某校长迄个个性含恁之前的校长足像的呢，敢是伊？毋是啦，你莫想啊济，为什么？
哦，你若即个小说你用要对号入座吼，啊，你会痛苦啊，哦，你着甲当作干啊，即个作者伊铺排一个故事，伊看伊是想要表达啥物意思，就好啊，哦，你莫去对号入座，哦，所以这是正式开始进行吼，含大家来共同勉励啦吼。好，安尼我即摆就要开始我的即个演讲的内容啊吼。后来，迄个秀霞老师有举手，敢是有啥物问题？秀霞老师有无？秀霞有举手呢？还是袂记啊？好来，我紧，安尼，我就无插伊啊吼。来，好，这是阿俊的即个手机啊，甲电子批修，一寡简单的经历吼。这是4当前的一本册啦吼，杨桃将军这卖了啊，拢无册啊。就是说，互大家做一下纪念吼，这是我的第一本册，嘛真荣幸啊，得到真侪好朋友的支持啦，这本册头一刷了后，我尾啊佫有加印几百本来补充所以是得到真侪好朋友的这个支持真感谢这本是咱最近应该8月20日出版的，这个叫做《万宁柑仔店》万宁柑仔店是我今年上新的一本小说。内面有6篇即个小说，其中《万宁柑仔店》有得到即个台湾正线的文学奖，另外一篇《光明灯》有得到教育部的即个万客语文学奖，即个小说的部分另外4篇呢，拢是刊登伫即个台江，佫台湾正线，佫有海岸，即几篇，即爱8月20才会出来，安尼。后来，咱即摆直接来进入讲小说人物的角色啦，来举例。因为我当初安珠老师伊甲我招的时阵，我就讲，我来想要来讲一下小说的人物的角色，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篇小说，有当时人物3个、5个不定，有当时7、8个、10几个，甚至你也拢像这个阮社长吴忠祥伊迄个幻影号的幻影号的机行，迄人伊迄人物就侪啊，对无所以你是要写长篇，还是要写短篇？就会牵涉到你的人物的角色多也少，这是第一个。当然你讲老师平短篇嘛，有当时可能内面加1个、2个你主角的人物你描写，当然无毋对。主角的人物但是呢，配角伊会产生啥物效果？配角会产生啥物效果？像阿俊毋敢讲我的技术偌好，但是我就我所理解就是小说的人物主角。甲配角之间，迄个角色的即个轻啊重有当时爱小准则者像我即个《杨桃将军》内面迄篇，伊会当讲是双主角，但是呢，伊有一个为主的，对无但是另外一个迄个算较分量较重的配角特别含义，你要变成主角的迄个重量就是特别较有双主角的即个人物的设定，其他的配角就变成无遐尔重要。变成以即2个双主角的人物来设定会较重但是呢，像廖党的呢廖党的这篇故事内面廖党的伊的分量就较重，但是呢内面伊的配角有几个上少有7、8个以上，但是呢较接写到的，较定出现的，含义有对话，还是讲伊产生即个剧情当中产生一寡作用的大概有5、6个，这5、6个伊的互动是安怎？咱伫写进前就爱先设定，你若无先设定好你会变成讲愈写会愈乱有当时咱看这个连续剧你看连续剧尤其是迄个民视的我即摆毋是要去批赏民视的，但是民视的连续剧你就发现讲民视的连续剧，尤其是8点档8点演到10点半迄出阮老母伫过身进前我特别若阵登去庄骹拢会陪看，尤其迄个歇寒歇热，因为歇寒歇热，我较会伫迄个拜1到拜5的时间登去看老母嘛。暗时食饭饱，直接陪阮老母看即个民视的即个连续剧。阮老母是呢一面骂一面叫，一面看一面骂。有一天我挡袂牢，我讲妈你著既然啥物歹看，你为啥物要搁看？伊讲有够咸的啦，我讲对都足咸的，你为啥物要搁看？因的迄句话听起来心足酸的。伊讲伊讲台语我听有啦，其他迄拢讲华语的我拢听无啊，讲国语的我拢听无啊。你知影意思无？所以民视的3日的8点档，
伊会当收视率遐尼悬，毋是伊剧情好，嘛毋是伊演员好，是因为咱台湾有一缘的老伙仔人吼，敢若看台语的戏看有尔。啊，高不离三种，不得已才看伊的民视的戏呢，毋是伊好看呢。迄拗戏拖病，逐个众人知，但是无法度。咱的媒体即马变成安尼啦，伊嘛真晓歹啊，哦，伊嘛真晓歹啊。为什么？你看，阮民视第一咯，阮三立第二哦，安怎？啊，这其实是啊，对咱台湾人吼是一个真大的即个哦啊，我感觉看无啦，看咱台湾人无啦。啊，为什么？啊，就无法度。咱的时代，咱的社会人吼，伊都敢看这台语戏看有尔，伊只好伊看嘛。明明知影伊是拗戏拖病，伊嘛是看。啊，为什么？语言是语言的关系，毋是剧情好歹呢。吼，后来我讲者伤远者，但是我要意思讲吼，有当时啊吼，莫怪咱的时代。啊，都明明拗戏拖病，为什么搁咧看？迄是因为语言的关系，啊，伊其他华语的戏都看无啊，啊，伊只好哦，高不离三种，伊只好继续看嘛。拗戏拖病嘛，继续看。但是咱即摆翻头来讲，遮个戏为什么伊是拗戏拖病？伊就是上大的问题吼，伊的剧情是哪编哪写哪编哪拍戏啦。有当时啊，因啊要报送诶，今仔日下晡搁咧拍戏啊？为什么？伊都毋是讲像咱吼，咱写小说哦，我即摆今仔日先甲遮个人物啊、情节拢先想好，我来写一篇故事，写完。演到遮为止，3集斩掉，5集斩掉，15集斩掉，啊了不起30集斩掉，毋是啊，哦，咱的不管是即马民视啦，吼，三立种即个拗戏拖病戏啊，拢是安那，收视率好哦，啊，就开始广告就来啊，啊广告来啊，就表示啊，吼，乌卡呢济啊，钱趁济啊，所以伊就广告一直收，啊广告一直收，啊你的戏就爱一直拍。拍甲无了事，你个戏就爱一直拍落去，所以呢，剧情就开始拖甲袂当拖的时阵，无人要来广告啊，这时阵哦，200偌集啊，100偌集啊，好勉强了不起甲收掉，佫换另外一出，但是问题来啊，不管是夜市人生，不管是娘家，不管是啥物，演的物件拢差不多。演的物件拢差不多，风水世家，啥物黄金岁月，对无？演的拢差不多。为什么？拢是遐剧情，你拖来拖去。所以我讲意思讲，若准你的故事要精彩，就是咱见好就收，时间到你就爱斩掉啊。所以我参加真侪即个文学奖的比赛，伊限12000，12000，你都爱伫12000结束呢，你超过0钱呢？伊限8200，你都爱8200结束呢，无你免超过呢。有诶13000，你都爱13000结束呢，无你免超过。所以文学奖是一个对咱写作者一个上好诶练功夫诶所在啦。什么意思？伊甲你限字数，所以你就爱伫迄字数来完成你诶内容。你免拖平，你免拖伤久啊。嘛因为安尼，通常拢会较精彩。你注意各位老师，你研究注意看。咱个日本戏。15集伊当就够啊，伊袂阁拖。韩国戏，韩国戏是含台湾戏较神啊，嘛是会拖，但是呢，了不起嘛30集差不多。但是咱台湾人竟然会甲一个连续剧拍到100几集，人我话若讲透机，目屎会飞袂离，对无你民视也是三立的戏，也要讲透机，目屎嘛是飞袂离。所以我意思讲若准要写小说要会精彩，就是你袂当拖。所以你伫开始的时阵，人物的角色的设定，你来先排好啊，对无主角啥物人，配角啥物人，先想好。过来，你有几个情节，你有几个重要的情节，你要来铺排。你有几个重要的情节，对无你要来铺排。当时会去冲突。你讲人说每一篇小说拢会冲突咯。我讲的冲突是啥？内底的人物可能面对某一种状况，迄就叫做冲突，无一定要叫做冤家啦。选择嘛是冲突，对无改变嘛是冲突。本来最爱啉烧酒的人，为什么向往不爱啉烧酒？冲突，一定是某一个点改变伊啊，对无一个最爱占酒家的人，为什么不爱占酒家？嘛是某一个点
某一个点去引发伊的迄个想法啊、思考啦所以伊去改变所以记了咱拄则头前讲较侪话就是小说人物的角色的积累，就是要甲你讲阮伫写作的时阵，你着爱先甲我我要铺排的主角的人物是啥物人，伊配角的人物是啥物人，我着爱先想好。所以想好了后，我咧排遮个人的对话啦，还是伊的动作的时阵，就开始有伊的特色出来。这叫做人物的角色分明。有老师难道没有那种角色模糊的人吗？有，但是角色模糊的人通常不会在你的小说里面放出来。为什么？因为模糊没有效果啊，对吧？要有鲜明的角色，唔够好过。有老师就亲像讲，咱即马去踅街，你今日踅街的时阵，为什么会互人冲突？就是因为有人哪食哪讲话，但是呢，即马这个时阵疫情的时代啊，你哪食哪讲话，哪行哪食，伫夜市啊摕物件哪行哪食，这个时阵就有人会甲你上，会甲你言，会甲你青，这个时阵。你也搁来应一句看啥潲，对无这个时阵就冤家嘛。所以我意思讲为什么会冲突？个性分明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伊才会制造出所谓的冲突情节这做出冲突的情节这个情节唔该会变成咱的剧情，对无唔该有这个剧情，对无所以我要讲的话头就是这个意思说为什么咱小说的人物的角色一定爱先设定好。唔通像即个我讲的民视啦，还是讲三立这种拗戏拖平的戏哪写哪改，哪写哪改有当即个主角我演就写讲伊伫某一个意外翘起根本拢是胡白乱舞咱伫编剧的人你写小说的人含写编剧的人都共款，你爱一开始就爱甲人物设定好，情节排好势当时该到就爱该结束结果毋是为着。见好不收，对吧？迄个电视公司要收广告费制作单位要收广告费，怎变成拗戏拖平，一直拖落去这就是我讲的这个重点好，来继续讲咱先举几个例啦我因为今仔时间的有限所以我用先举几篇廖党的这篇，廖党的这篇内面廖党的是主角，但是呢位伫身躯边有遮个人我先小解者当年就是因某廖党的因某你讲廖党的一倒前公司的党的，伊啥物都毋是，廖党的其实就是一个做田人一世人咧做田的做田人为什么当时变党的？因为因兜的田地伫中卫区田地变建地田地变建地，田地是算价伫卖的对无建地是算平伫卖，你就知影马上就为做事人艰苦一世人的做事人马上就变廖党的因太太，人家拢叫伊当娘问题因太太讲阮着艰苦人，阮着做事人，莫叫我当娘袂关系。所以因某因某的角色就是伊知影家己毋是啥物当娘所以伊袂晕车，伊袂晕船。但是呢，因翁就无共款因翁因为遮个4箍链断遮个人讲你兄我弟对无王过六过伫遐甲牵东牵山牵东牵西对无带伊去啉薰味的，带伊去酒家，带伊去找查某你看这就是王过六过就来所以这个角色足重要的廖党的伊的角色我安怎甲设定对无当年是啥物设定？伊是一个伊是一世人拢是对因翁伫过日子对无伊当然啥人话以夫为天对无以夫为天，咱台湾的查某人真侪拢是安尼红赛卡啦，普龙讲红赛卡啦这乌白乱来嘛是拢以夫君以伊的红赛，以伊的头家为天若准莫伤离谱，基本上拢是万事吞润这个角色就是当年的角色叫我刷落来第一个出来呢是叫阿莹，下骹这阿莹，阿莹就是一支喙拉叫，一支喙拉叫，会讲口东口西敬五人呢伊就是算一个甘草人物，一个甘草人物，对吧死党的呢嘛是甘草人物，但是呢伊的角色较正面，我讲较正面是啥对人讲真后无骚啦这个水大的叫阿水就叫水大的看到牵高苦的就苦党的对吧看到廖党的就廖党的看到阿莹就莹哥，
看到阿明就明过，看到这个廖党的因某就叫人当娘啊，伊就是一个不得不识的，伊咧伊这角色虽然含阿英类似，但是呢，伊是较正面的，伊就是会讲保守啦，会讲按捺啦，会讲挨杀住啦，对吧？这是时党的。这阿水呢，就是一个开一间店有趁到一寡钱，尾也去摸到一寡土地，这牵交就是这牵交苦的了后，有得到一寡好处。所以呢，因为伊家己本身嘛有咧行一寡五路场所，所以呢，就因为安尼，怎甲廖党诶，甲开始牵伊去即个五路场所，去占酒家啦，去找查某啦，等等，这拢是阿水啊，甲牵交苦诶咧做诶工作。但是因背后有一个啥物人，就一个乌道诶叫做民国。这个民国呢，伊是负责地方签牌诶，地方签牌诶。但是呢，签牌虽然是即个消费钱，对无但是呢，伊嘛共款嫌无够，伊会甲钱借廖党诶，因为廖党会签牌嘛，欠钱伊就会签，但是利息照收哦。所以愈欠愈大条诶时阵呢，廖党会安那，就必须爱卖土地来行即个民国所以规个即个任务的设定好了后，安尼我就开始来进行啥物铺排，进行铺排。所以遮个任务内面，当然廖党的含伊相关的角色上济，对无即个场面啦，描述啦，上济。但是呢，即几个即个配角有重要无？有啊。当娘就是因太太，就是一个伫后壁伫甲伊诱的，廖党的一旦荣华富贵来变好嘢来了后，遮个边仔的四颗链凳，即个你兄我弟拢挖过来，大家拢要为伊的身上去创一寡好康的，对无？要转接一寡好康的。廖党的伊家己本身无自觉，伊想讲人拢对伊遮好咧，伊拢无去想讲人对伊遮好咧，拢是有目的的，对无？因为伊的身上有足侪土地的，遐个本来算价咧卖田地，即摆是用算平咧卖土地建地，迄是差天甲地嘛。所以无形中，遮个你兄我弟拢挖过来。遮个人为虾米伊无方便？因为遮个人是伊原本伫游泳池就熟悉的人，所以我的场景伫对，伫一间游泳池，一个迄个游泳池为虾米？即个游泳池内面有真济人伫遐泡茶，有人伫烘箱内面伫遐泡豆开讲，对无？这个是我的场景，我就为遮开始去发展，遮个人拢是规工用先生伫遐泡茶开讲，当然为虾米日子好过对无？这个私党诶是为一间营造厂退休诶，伊家己本身日子袂歹过。这个阿英是一个裱仔店诶头家人，厝内有因太太、因囡仔咧顾店，所以伊平常时嘛是用先生。这个阿水本身就是一间店诶头家，牵交苦诶，伊就专门咧做这个土地诶中人牵交诶，对无？这个牵交诶伊有两个意涵，是色情前客诶牵交诶，也是这个土地诶中人，对无？这两个意义所以我甲后面个牵交苦诶，其实就了你知影讲，伊有可能是中人，伊嘛有可能是这个牵交人讲诶，这三七对无？所以你看，伊有相同诶角色，对无？过来呢，这当年就是伫遮诶所有因遮诶朋友你兄我弟，你甲伊牵咧一直往这个行向一个错误诶道路诶时阵，因太太这个当年其实就是一个你甲伊牵慢诶力量，莫互伊一直拼过。但是这力量有够大无？无够大，为虾米？因遮诶朋友，你讲牵交诶，你讲像这阿水像这私党诶，像这阿英会陪伊啉酒会陪伊这个这个卫生会讲一寡五四三这话题是伊爱听的会陪伊去站五路场所甚至拄开始拢是因开的免廖党的开半身钱拄开始拢是像牵交苦的，像阿水像民国叫人出钱的，对无？伊是无后的这个总经人嘛，对无？所以无形中这个廖党的感觉你看
我即摆安尼好压力，开了后，大家拢对我婆婆塔塔呢。啊，当然伊嘛知影人对伊有所求咧，但是呢，伊无一个真深的自觉，无一个真深的自觉，对无吼？啊，这是咩啊？敢若靠当年伫后壁咧扭，这其实是无够的，啊，但是任务设定好了后，咱咧破坏遮的情节就较容易啊，较容易啊，这是有关了当的这个部分。我先甲三个故事拢先讲者，咱再来进入这个情节的铺排啦过来第二个叫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伊的任务的设定就较济啊，但是其实内面较重要的其实无几个啦，你像这个老庄明校长啦还是这李家校长，这种是昆王啊，这个人伊的校长同期的同同期的校长尔，安尼尔。只是伫某一个场合，讲一寡话来凸显讲这个昆王啊是会当讲这个会飞天会算地，这个校长伊的人气真旺，所以伊得到真侪县政府的补助。当然这真侪县政府的补助是安怎来的？当然就是靠因老爸订保中，这个因老爸，因老爸是一个军人职业军人退休的退伍的，伊是做到上校。因为伊是台湾人的身份啦，所以伊无法度升将军。这我讲的当然是古早啦古早因老爸做到上校，就无法度升将军啊。所以呢，尾摕落来了后，伫这地方的这个退伍军人的这个中心去做主任。所以呢，伊是一个有地方势力的，含这个议员啦咱即摆看着林议员啦、县长啦，这地方势力是有交结的。因为安尼，所以昆王伊的角色就变成真特殊啊。一方面，因老爸是这个地方政商结构内面一个强盛的一个分子，对无所以伊会当帮助昆王伫真短时间内面考到校长，甚至随派出去，佮派去一间大型校，正做一个中心校的校长，但是呢。因为这个角色，所以呢，伊必须爱办真侪活动，甚至呢，爱帮助这个像林议员啦、像县长因遮的政治人物啦，因若要做一寡这个袂当互人知影，也是落骨缩骨的一寡工作时阵，昆王变成是一个真重要的角色，所以怎变成这是互利共生啦，互利共生。这内面昆王因讲的角色真早。就出现伫咧，因老爸以前细汉的时阵袂爱读册，要安怎甲因即个老爸甲转变伊的命运，互伊尾初中毕业了后，佫有去读高工，尾佫有去读即个政政学校，怎变做职业军人？这是昆王因讲的角色。当然，这内面佫有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昆王因即家伙其实因是被捕捉的人。但是呢，因汉化真深，甚至因无爱承认讲因是被捕捉的人，所以昆王伫读书专的时阵，伊就挑工去学这个华语，学国语啦，甚至去学这个北京话，甲学甲这个人讲字正腔圆，真够讲，甚至佫去参加一寡语文竞赛，做选手，就是伊要摆脱伊这个被捕捉的这个身份的标记，伊无爱互知啦，其实就是伊无爱互知啦。伊到当时才知影，伊到读师专的时阵，读师专的时阵，才知影，因兜是被捕捉的，人。但是你看因姓姓丁，伊是姓汉姓，伊好的名拢是汉人的这个像因老爸叫保中，伊叫昆王对无所以这个角色，因讲的角色就是就是。暗砍因兜因正做是被捕捉的人，这个血缘的这个关系，因无爱互知，所以嘛因为安尼，所以昆王知影了后，伊更加要暗砍家己，正做一个这个咱讲被捕捉的身份无大紧，伊佫要摆脱伊这个被捕捉的身份，佫更加要表现了比一般的汉人佫较优秀，因为迄种伊心内有迄种意识啦。他想要比那个主流社会的汉人表现得更优秀，
哦，所以伊伫即个师专读册时阵，伊足优秀诶。哦，啊尾啊，佫甚至佫去读即个法律研究所哦，吼，伊佫去插班去读大学，啊，佫去读法律研究所，哦，甚至有一段时间伊是想要考律师诶，但是呢，伊律师考无掉，哦，伊甲翻头佫倒来做主任，哦，就讲伊共阮去做老师啦，哦，去进修嘛，哦，啊，但是伊共阮倒来做主任，啊，做主任了后，哦，尾啊伊发现讲，律师考几啊遍考袂掉啊，所以呢，啊，中期尾，啊，伊要来考即个校长，哦，总是感觉讲，你做老师的人，哦，做甲校长，就感觉亲像讲因老爸吼，当初做职业军人，若会当做甲小将，做甲将军，敢若就是一个人生一个吼，即个阶段性的任务，也是讲伊达成一个吼，即个理想的目标，大概有淡薄仔迄个意思啦。讲昆安为什么安尼做？其实伊是想要满足因老爸一种需求，因为因老爸做甲上校，因老爸读政治学校的啊，政治呢，哦。会当升小将的机会本来就少啊，佮加上因老爸佮是台湾人，吼，伊并毋是早期像人讲的外省的，吼，迄种，因为早期军中吼要升到将军的吼，大部分拢是应该外省的升甲会去哩，吼，啊，台湾人升的有无？少，毋是无，但是少，吼，你毋是迄个特例嘛，吼，啊，所以啊，咱就讲啊，咱伫确实设定的时阵，就是因老爸就是啊，一直以家己吼无法度升到将军，吼，成做伊人生的遗憾嘛。啊，所以昆龙啊，伊尾啊，吼，为什么伊无去？伊虽然去读法律研究所，吼啊，但是律师伊考无掉了后，伊怎转变伊的即个路途？伊怎啊翻头转来考主任、考校长，啊，伫短时间内，吼啊，马上就考到校长，啊，然后足紧就派出去，拢是靠因老爸尾啊，伫地方店人搬烂即个吼人际关系啦，吼正向的结果，吼安尼，吼啊，这你看啊，为什么是股份有限公司呢？后面的原因是啊，我这篇小说伫头前就写，哦，啥物叫咱一般拢是股份有限公司嘛，哦，啊，为什么要讲股份有限公司？其实就是讽刺，哦，股份有限公司啊，啊，人家讲股份有限公司，哦，其实就是内面有一句话啦，讲吼，因含迄个馆长交结啊，做一寡即个吼陆续属过的生意的时阵啊，吼啊，因老爸就夸口啦，讲吼，长诶吼，若答应，哦，我连棺材都敢卖。哦，因为若准馆长同意啦，哦，伊即间公司、即间企业社吼，连棺材嘛用卖啦，吼，所以伊营业的项目吼是无限的啦，吼，营业的项目是无限的啦，吼，所以规篇的结构是安来的。啊，另外昆龙因老母的角色咧，因老母的角色敢若伫最后一幕出现，就是因老爸出代志啊，吼，互调查局，吼，即个吼检察官哭去啊，吼。因为因内面有一寡正向结果的一寡物件嘛，所以互即个调查局甲即个地检署哭去了后，因母啊敲电话甲昆龙啊通知讲，啊恁爸吼，互人叫伊调查去审问啊，吼啊即马安怎啊，吼啊所以即个老母的角色吼其实是啊，吼足无重要的，但是伊为虾米伫最后吼即幕出现？吼我当初的安排是啥？你。查甫人啦，当然毋是查甫人啊，不管啥物人啊，吼，你讲你伫迄个即个权力的即个追求过程中权力的追求啦，权力的追求啦，还是正向利益的追求的过程当中中期尾出代志的时阵，其实拢是啥人陪你？厝内人，拢是厝内人，你不管你偌请呀。你兄我弟偌好拄偌好，你即摆什物林议员啦、馆长啦偌好拄偌好，我讲出代志，遮个人会用闪飞甲离一离，会用闪的闪飞甲离一离，绝对袂袂去让你卡着。但是呢，即个时阵爱面对、爱处理的，拢是啥物人？拢是恁厝内人啊。所以尾下敲即通电话昆龙啊是啥物人？因老母伊讲阿王啊恁爸安怎？你看即个角色看起敢足无重要的。但是其实就是讲不管你偌尼请呀，不管你偌尼迄落，但是呢，你拄着代志的时阵，其实敲电话互你的，甲你关心的，甲你你必须爱面对的，必须爱处理的，其实就是你厝内人，大概伊呢，即个内面即个林议员甲馆长，伊确实嘛无介重要，但是就是点出讲因兜伊靠因老爸正向的力量，会用伫短时间内足紧就考到主任，考到校长。而且马上就个派出去，对无当然这是靠因老爸正向的这个力量嘛。但是问题是，因为这个正向的力量嘛，互你必须爱去面对讲
你上任了后，你爱去捌一寡即个即个无讲介清气的工课，嘛因为安尼无讲介清气的工课，转变愈聊愈深，愈聊愈深。但是昆龙伊家己本身有自觉哦，伊有自觉啊，因为伊读法律的，伊知影人讲鸭卵较慢嘛有芳嘛，所以伊其实一直咧想，一直咧想讲想啥物办法，要安怎伫因即个因老爸人讲像青啊树根啊，我家己有一句话啊，讲因老爸含即个地方的即个正向力量的结果就亲像迄青啊，青啊，你咱知影青啊树迄树根啊，拖甲垮，啊，佫足深的，对无？亲像迄个力量，所以伊其实是想要帮助因老爸，帮助伊家己对即个即个乐高仔糜当中抽身出来，会当离开啦，伊嘛做着努力的，但是终其尾，袂到即一天，因老爸就出代志啊，所以这是这是股份有限公司我会记得这篇故事当初得到评审的算真好的一个评价了。意思讲，我有牵涉到处理了几个问题啦。第一个是族群的问题，平埔族甲汉人的这个当然我较无讲到讲平埔族和汉人的冲突，我甲讲到啥物？因较无想要承认伊家己平埔族的身份，伊无爱互看无。佫昆龙伊家己本身读书专的时阵，伊硬死甲即个华语、北京话学甲安尼即个字正腔圆翘舌音、卷舌音讲得非常标准。伊的目的是要证明讲伊的能力会当摆脱即个平埔族的即种身份的标记。有淡薄仔即个意思你描写啦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即个教育界甲即个军人退休的军人，甲地方的政商力量的即个交结，甲搬烂，然后引起因其他同期的即个老庄明校长、李娇校长两个对伊心生甲要死，所以李娇校长内面因为伊是英语老师出身的，伊讲安抚你爱讲你食饱留一寡幼米互阮扣这是李娇校长对昆龙一个考试啦，意思讲好康拢互恁食了，阮遮拢免食，我拢无一寡经费，无一寡落通好落。这是李娇校长，你应该讲安抚啦，我食饱对无安甲考试。所以你就知影有当时咱咧写故事的时阵你应该爱先甲遮个咱讲的主角的人物的设定啦，配角的人物的设定，你先想好。想好，通常我咧写小说的时阵，我拢是当然我无画啊遮尔水啦，但是我会先甲重要的人物甲伊咧配角的人物即个关系爱小描述者。你哪写你哪小对一下。当然有当哪写会哪调整啦，但是基本上就是讲安尼有啥物好处呢？你咧写的时阵，才袂讲写甲走精气，还是写甲偏去。咱即摆看我拄则讲诶，咱即摆看真侪连续剧为虾米愈演愈离谱？因为就迄条线放出去了后收袂转来。人讲叫拗戏拖病就是安尼迄条线放出去，但是你无合理嘛，所以放出去了后，你拖甲落长了后，你收袂转来所以我意思讲，写小说的人就是必须要一开始就甲遮个人物的设定先画好，然后呢，小可大概标注一下记讲大概伊的重点是啥物？安尼这时阵，若准你的情节咧发展的时阵人甲人的对话之间的时阵若准有冲突还是有矛盾你才会知影讲，我可能走进去爱时甲收转来，还是讲我某一部分爱改写。所以你就知影讲，写小说是足趣味的代志呢。为虾物？作者上大，你要互伊死，就是互伊死；你要互伊活，就互伊活；你要互伊有罪，就有罪；你要互伊无罪，就无罪。你讲老师哪会遐厉害？真这是你铺排的嘛？有罪无罪，就一句话尔，对无要死毋死，嘛是一句话尔，对无所以这是咱真做一个小说的创作者一个上可贵的所在啦。我必须爱讲啦这是股份有限公司，大家参考咱等一下你讲遐情节的时候，你较知影讲我咧讲啥？因为我甲规个人物拢讲好讲着了后，咱处其中某一段你讲的时候，你较知影讲像你讲啥？大概是这意思来下骹杨桃将军杨桃将军足趣味的这个杨桃将军伊主角是洪国伟小将
伊诶好朋友就伊诶同学啊，艺大生上校，我拢做爱互大生诶，为虾米？因为我细汉读册时阵我有一段时间国小3年，一直到国中1年伫台北，伫台北阮住诶所在是台北石牌啊，石牌啊迄个所在真特殊伊伫铁基路，迄阵佫有淡水线诶铁基路淡水线诶铁基路前站前夜出站，拢是台湾人。后站迄边拢是公教因素，多数拢是外省诶，比如讲有迄个保一中队诶，即个冠村呐，有一寡即个军公教诶人员诶，即个冠村，所以迄阵石牌车站前站出来前夜出来，拢是台湾人，有迄夜市啊，阮兜就住伫夜市即边遮，但是阮诶同学，阮读石牌国小，石牌国小，所以阮石牌国小，阮诶同学内面台湾人袂少，但是呢，外省诶嘛袂少。我讲诶外省就是讲1949年以后才为大陆迁来，有哪有迄种人有啊？迄话拢是足侪岁，40-50岁了后才娶某。所以呢，阮同学迄阵阮同学内面因足侪因老爸拢咱阿公咧，咱囡仔人毋捌你知囝仔人毋捌啊，看着因，我会记阮是阮国小5年，阮班长因爸爸就是一个迄个军人有一天伊带伊来学校，阮看到就甲问讲，那个是你阿公吗？问讲迄敢是恁阿公啦？阮班长足气的什么我阿公是我爸爸咱才知讲原来就是因退伍军人嘛有诶因就是当初拢想讲要等即个蒋总统带因转去大陆，对无所以拢拄开始拢无要带某，那一直到即个即个60年代、1970年代，慢慢发现讲反攻大陆根本就是无可能诶代志了因才开始想讲要伫台湾定居落户，带某生囝。所以怎变成讲，阮伫台北读册时阵迄石牌国小内面足侪即个外省诶，即个下一代囡仔含阮同年，但是呢，因老爸拢是亲像阿公诶年岁，因迄个看起来拢足侪岁为什么？迄就是尾足晚才结婚嘛。所以各位老师你后摆你会看到我诶小说内面像即种角色一直出现，为什么？迄是我细汉所观察到诶。所以我第2本诶即个绿光诊所，第2本内面有一篇叫做《绿光诊所》，绿光诊所内面就是讲到一个军医迄个军医伊毋是正经诶军医伊是军中诶卫生士官，咱大家可能毋知以早即个早期伫1970年代进前咱台湾真侪医生是不足诶，你敢考，因为以前诶医学院无济嘛，台大诶啦，台北医学院啦，高雄医学院啦，迄无几间，甚至以前台中诶中山医专伊是医专佫毋是医学院，迄是尾仔甲改制变医学院诶，迄莫讲，我意思以前培养医生诶医学院足少诶，所以呢有一段时间国民政府国民党诶政府拢互迄个军中摕落来一寡军医甲卫生士官去考一寡考试，会当转任做做即个军医做医生做即个尾佫有一批因为一直考袂过伫即个1970年左右因佫开放一个啥物叫卫生即个退伍军人退伍军人卫生技术士官、卫生技术士官，其实就是卫生士官啦。伊根本都毋是军医转任条例只要考过迄个试，考过了后，经过3年自动就变成主动的变成会当开设诊所的即个军医，安尼咱台湾有种我有去查询相关的即个历史甲迄个记载所以我伫迄个绿光诊所内面就写即篇各位若准教授有兴趣，你会去看内面有一篇我即个第2本册万年高仔店内面有一个绿光诊所，伊嘛讲到即个军人的即个代志。你讲咱阿俊啊，你以前对军人的代志特别有兴趣，毋是？细汉的时阮同学阮一班内面50几个人内面有一半的同学是外省的，所以伫迄个同学互动之间，因为迄阵国小5年6年的嘛，其实拢有咧注意注意一寡同学因兜有当听因讲话嘛，因的讲话腔口咱无共咱台湾人的腔口虽然讲国语。其实咱有台湾国语对吧因无人因就较字正腔圆所以无形中我就去发觉讲奇怪
因足侪因迄啥阿兄啦、阿姊啦，吼，拢叫台生。啊，为什么？伫台湾生，哦，男的也取名叫台生，啊，女的也取名叫台生哦。甚至我尾来去读师专的时阵，阮家己师专的时阵有一个教官，伊的名嘛叫台生，但是伊是查某的，哦，所以我尾来我做爱号台生这个名，只要讲因老爸是这个哦退伍军人啦，哦，也是讲哦为大陆过来这个这个老啊，哦，因尾啊吼一直到发现讲啊，这个政治的现实无可能反攻大陆啊，咁样1年准备，2年反攻，3年扫荡，5年成功，根本就是无影无食。啊，尾啊因发现讲老蒋的这个互因甲因画这个美梦根本就是破灭了后，那因将其尾才留伫台湾定根落户。啊，所以会造成讲有真侪这个咱早期人讲真侪人讲老乌啊，拢为什么拢娶少年某？毋是伊要娶少年某，是伊伊少年的时阵，伊佫无想要伫台湾定根落户嘛。一直到发现讲这个事实无可能啊，对吧所以这时阵当然伊无可能去娶老的啊，因为娶老的，伊就无读生囝啊。你超过以早的医学的技术，你超过35岁、40岁生囡仔就真危险嘛，对吧所以无可能嘛，一定是找少年的。但是找少年的，有的就找种比如骹手小可破相，无方便的。有的就是这个家庭较散起来，嫁查某囝哪亲像咧卖查某囝迄种的。所以咱台湾这种这个讲的外省的甲台湾人的婚姻内底有一大部分就是我定定咧描述的这，即描述这，所以像这杨桃将军，伊讲的这叶台生，为什么？因老爸伫台湾甲生落来啊，所以伊叫台生。尾啊，我伫这个第2本另外一本小说内面有一个家蛇县，我嘛佫号名号做一个叫鲁台生，姓鲁，因为因老爸是山东人，所以呢，伊甲叫鲁台生，伊是查某的，一个水姑娘啊。但是因为伊15岁时阵，就互因这个因老爸长官甲强去，所以尾啊，讨厌查甫人，讨厌查甫人，无爱结婚，迄是另外故事啊。后摆有机会再来讲，但是我意思讲，为什么阿俊伫描写这个外省的第2代的故事遐尔济？因为我国小的时阵，到一直到高中1年的时阵我拢伫台北石牌啊读册，所以阮的同学内面有足侪迄个外省的第2代。伫迄含面互动的过程当中咱小可会用知影讲因的想法啊，因的看法啊，所以你看，30-40年后我才变成小说呢。有老师你的记忆会不会错误？那跟记忆无关，我想要怎么写它就可以怎么写它。什么意思？我就是作者啊，所以我要安排这个主角伊安怎来呈现，这就是我的材料啊，对吧所以来，阮即摆来讲杨桃将军，这杨桃将军加一个主角，其实应该讲2个啦，叶台生我甲用较大咧，伊是第2主角。另外内面一个吴明达上将是牵生即个因2个人的长官，过来易中原小将，这是一个受因的事件去讲一个人，其他拢无重要其实这内面故事拢伫描写洪国伟甲叶台生之间这2个，一个是台湾人洪国伟是台湾人伊是尾台湾人升做将军的爬了足紧的，一个例啦。叶台生是伊是外省的，照理讲因老爸嘛是军人出身的，照理讲因老爸是军人出身的，应该伊会用伫这个台湾会当较有机会升比洪国伟较紧，但是尾人生的命运因为伊当初发生一个事件，伊就是当征一个台独的言论啦，迄时阵呢迄个军中的报纸。伊甲刊一篇当征台独的言论，而且其实迄个当征其实毋是当征，伊只是讲咱的政府爱自由民主改革，才会当阻挡这个台独的这个趋势。就是意思说，你要促进民主改革才能够阻挡这个台独的趋势你如果是只是强压碾压，其实人民的意见不能被听到，反而会助长台独的声势。伊是安尼想的，结果呢？军中真保守，就认为讲伊这是纵容台独的言论，所以就甲伊降级，甲冰起来，所以一冰10几年，无就升官，
啊，尾啊，因这中学红国为小将，要帮伊要升中将啊。伊经过10几年了，伊已经小将要升中将啊。伊要帮助因这好朋友叶大生啊升小将。啊，当然运用做侪关系。就算政党轮替了后，伊共阮够真有力量。要互伊升小将，结果呢，得到的这个升级的命令是啥？咱军中有一个升级的命令啊，升退。什么叫升退呢？升退就是升1月初就是新的1月初挂小将，1月1号挂少将，隔顿工退伍，这叫升退啦。这以早军中就讲我互你升，但是呢，你隔顿工退伍，因为我老师有啥差别？因为你若准升小将了后，你的退伍金你的退休的所得，你的退休的待遇。完全拢比较将军，拢比较小将来做，薪水较低，你的退休金较低，你的待遇较好，甚至你阁有机会去这个退伍会退伍军营辅导委员会县市去做处长，县市的迄个服务处就讲退伍军人服务处当处长，这是小将和上校上大的差别。所以。伊嘛真感谢这红国为帮助伊会当升小将，虽然是一个升退的命令。当然最后一步就是因两个好朋友那兄弟共款甲伊杨桃切了一片一片，杨桃把它切成一片一片，像不像星星？有像星星无？有像迄星无？就亲像伊挂伫迄个金架顶的迄个星共款。两个人遐唱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就讲终其尾，伊嘛有追求着这个这个将军这做将军这个人生的目的但是呢是过顿工就爱随退伍的一个命令。毋过总是嘛满足所以就唱迄条囡仔时代就要唱的歌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为什么？满天都是小星星，就是表示你当了将军了嘛。两个人伫遐安尼啉高粱的配这个杨桃这杨桃将军大概是安尼。所以我卡这3个故事因为咱后壁的经济拢含这3个故事较有关系。当然有的是我无搁做任务的设定的 PPT 啦但是到时就是以这来为主以这来为主，好不好？好，安尼当然我头前的话头讲较济就是先甲人物介绍了后，咱搁来做这个因为后壁迄文字各位老师恁伫这个这个镜头顶悬看无一定看会真清楚，所以我会用我念的，互大家听，互你大家知影阵伊写小说的时阵，为什么人物要安尼铺排？因为我故事这3个主要故事讲过了后你来听这个讲解，应该就较清楚大概是安尼。好，安尼即马拄好是11点，咱休困10分钟，咱11点10分才搁继续，因为我最近感觉真电脑真伤久目睭不时会流目油所以咱互相提醒休困10分钟咱10分钟了后才搁继续，好不好？多谢。多谢老师。多谢老师。
好来，各位老师，咱即摆继续第二节个课程吼。来，拄则咱讲到杨桃将军伊个人物吼，虽然少，但是伊个迄个描写吼，种描写即个洪国伟甲叶大兴即两个当初诶即个军校诶当初诶一个感情伊变做较侪细节啦。所以相对来讲，虽然人物少，但是伊个描写变做较深入。有当咱若阵讲像一篇差不多1万字到13000字诶小说吼。你人物若阵伤济，你着歹处理。你像即个咱拄则讲诶，即个廖党诶伊诶人物济，因为迄篇13000字，大概13000字左右。即个杨桃将军差不多1万字尔。所以有当时伊含伊诶字数嘛有关系啦。当然进前有老师甲建议讲，像你有考虑要写中篇还是长篇无？当然这嘛是会当来处理，但是中篇甲长篇变成讲你即个你诶迄个情节诶安排啦、人物诶设定佫更加复杂。你若讲像阮社长吴忠祥写诶长篇安尼迄个佫挑战佫大，因为你要安排迄个情节啦伊可能产生诶冲突啦等等拢爱佫去想所以未来可能我会安尼思考啦但是我甲各位讲你建议就是拢先为啥5000字到1万字左右诶种底篇来先处理你来设定几个人物你安排几个伊可能会产生高调冲突诶所在安尼就变成较有故事性，还是较有冲突性大概是呢。好来，咱即摆继续要来讲诶就是场景诶铺排所以小说场景诶铺排咱即摆要小解第一篇是廖党诶咱啥物叫白描法呢你看即座游泳池游泳健身俱乐部是早期美元诶时阵，美国体育军人协会用足低诶价数，甲台湾银行租诶国有地。若无早就卖互建商起楼厝趁大钱也因为当初是要提供互协防台湾诶退伍诶美军来使用。这个游泳池起甲真有南方热带度假俱乐部诶气氛。即马虽然美军无伫台湾驻守毋过共款会吸引袂少外国人来遮收水，也是赚日头。若无嘛有真侪阿督带台湾女朋友穿比基尼来遮展身材。最近佫有袂少罗西亚也是乌克兰退休诶武道体操诶选手来遮附近诶游乐园表演休困嘛不时来遮耍，互即个游泳池佫较有异国诶情调来，我这当然是有一个迄个情景伫为什么即个情景就是咱台中有一个游泳池，以早是美军咧使用诶当然我用这个场景来写，第一个伊具体。所以伊虽然是白描法，但是伊会当互人知影即个伊遮游泳池是安怎有即个阿督有迄金头毛诶，对吧安尼即个开始，因为廖党诶爱看遮个遮金头毛诶，遮水姑娘所以用这个来做铺排这是你讲老实话，这无啥，但是这是必要诶，因为你无铺排即个场景。你无法度互廖党诶来出场对吧？你铺排场景是为了让主角人物出场要有主角诶人物出场像这叫竞技这篇我无放伫拄则迄个内面但是这个小段是啥物？这个竞技是一个中年诶查甫人，因太太含伊感情无好因为伊感觉这个查甫人因翁规工拢顾家己诶生活啦休困日透早就去拍天尼斯，下晡时就去钓鱼，有当时佫去朋友厝里泡茶，嘛毋得转来，因为翁仔某感情就长期都已经无好因为因太太拢感觉讲，这个翁婿拢无咧顾伊诶感受，敢顾家己日子尔，拍球真好但是你爱拍球，我太太我无爱拍球你要去钓鱼，你毋惊读乌，你查甫人毋惊读乌，我查某人我爱水我惊读乌所以我不爱对你行所以你怪我不爱对你行，但是我不爱对你行，是因为你诶拢是加你诶兴趣毋是我诶兴趣，所以久来了后，翁仔某伊诶感情有必顺所以终其尾伫某一个情境之下，因太太离家出走，但是这离家出走毋是恶意诶啦，伊就是超工要去听一场演唱会因为因翁拢嫌这演唱会贵。
迄票价贵松松，啊，佫无啥物意思。啊，所以你看，两个人就是啊，太太爱听演唱会，啊，翁婿爱拍 tennis， 两个人这兴趣无共嘛。啊，所以太太离家出走了后，安那，伊就爱四界找人啊，伊毋知影，伊根本都毋知因某为什么离家出走嘛，所以伊就要去找人，所以伊要去找人进前，我就铺排这个场景伫台湾南部这个有历史的小镇，若到礼拜暗时，就亲像去试来遮坐铁的人拢无去共款，无亲身行入去叶忝的巷路，听到家家户户的电视声、讲话声。嘛袂感觉到这是一个有正十万的人伫徛起的所在。我为什么要铺排这？因为要铺排这，就是因为这男主角伊要去共试电铃，因为点钟嘛，所以试电铃的声音都变成会真响亮。这时阵这个配角才会出现讲，人伊去问讲，你找啥物人？阮太太啥物人啊？就是你的同事。所以因太太离家出走了，伊毋知影，伊根本毋知因太太有可能去倒位，也就是讲伊根本都无关心因太太啊，他不知道他喜欢什么，想要什么，所以只好去问伊的同事，所以伊要去同事因兜，头前铺排这个场景，就是要甲你讲这是一个恬静的巷路，所以呢，伊试电铃，人才会听到，安尼，大概是这意思过来，这是替身，替身这是写另外一篇就是讲嘛免讲算这个有这个伫外口饲查某无啦，这个替身这是伊娶的这个某含伊进前的女朋友有某一个程度真相像啦，真相像啦所以尾伊即马娶这个某感情后面嘛真好，但是问题伊到一个时间点，伊进前介意迄个查某囡仔，佮翻头转来找伊的时阵，人讲叫吹奏一池春水啦，什么意思呢？伊甲伊这恬静的这个水面等一下石头落起波浪嘛，对无所以呢，伊尾来变成讲这个伊进前介意这查某囡仔，因为感情无好，含家己的翁婿感情无好，所以翻头转来找伊的时阵，因两个不时伫遐开讲啦，不时伫遐讲电话啦，不时伫遐传这信息，变成讲敢有淡薄甲伊喵一个敢想要亲像迄鸭看到迄光就一直要飞去迄种感觉啦，所以尾因当然最后因太太有发现这个查甫人的想法啦嘛佫无意中发现讲我竟然含伊的生日竟然甲差一工尔。是毋是代表连面膜嘛要成，体格嘛要成，连迄个生日嘛差一工尔？是毋是你甲我当做我是伊的代替？所以叫替身啦。所以因太太用即句话你甲质疑啦，迄个质疑所以尾终机尾这篇小说叫替身是来但是伊这要铺排啥物？要铺排讲这个人伊咧开会的时阵，常常收到个简讯，这个简讯呢是已经足久拢无人去用简讯啦，大家毋是用 Line， 就是用迄个 Messenger， 对无结果竟然有人用简讯去传讯息互伊，伊怎感觉这是啥物情形？好奇妖异的情形之下，伊甲去看迄个简讯，才发现讲传这个简讯互伊的是伊进前20多年前，20多年前伊介意的迄个查某囡仔，安尼啦，大概是安尼。你看6个月前，一个无闲刺刺的拜五下晡，经过落长佮无聊的会议，用要拄久的时，5K名一个人无聊甲要耍手机向传来一条简讯，心内当咧摇移，即款时代就算无用Line，嘛爱用咧FB 的 Messenger，即时通啦，伊即摆个反正即时通，除了广告咧用的罐头信息，哪个有人咧用简讯？这是男主角的一个妖异，因为安尼铺排，这个铺排，结果竟然看到，传简讯的人，互伊的人竟然是伊20多年前必介意的迄个查某囡仔，所以怎开始，开始这个小说的这个头一段，就开始
人我起波浪啊啦，对无吼？一粒石头等入去即个恬静的湖面，对无？恬静的水面怎起波浪啊嘛？吼，大概是这意思吼。来，过来，这股份有限公司吼，来销售的场景的铺排吼，那映衬怎么映衬？用布袋戏的台词啊，强调嘛咧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昆华因老爸地保中3字，伫地方甲人搬拢20-30年，会使讲是化水的坚冻。到底我靠啥？当然嘛是执政党甲地方派系生理人所结出来的，亲像蜘蛛网遐尼密的利益的网络。昆华发挥伊读法律硕士的专长，即几年渐渐甲因老爸的企业社变成一个表面上甲因兜无啥物关系的公司，台面上的股东甲因底价无任何关系。头前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为什么个呢？因为就是因为身不由己，所以伊一定爱甲撇干净，对无吼？这就是因为伊读法律的嘛，伊知影讲吼，两较慢嘛有通，所以伊绝对袂当互因老爸即个人际网络，伊即个亲像蜘蛛网遐尼密的利益的网络影响到因兜，所以这个是人在江湖是讲一定无可能的，但是呢。伊嘛是下死命要甲伊即个公司变成和因兜无任何关系，就是找人头来做这个公司的党的嘛。但是若准找人头来做公司的党的，伊嘛惊伊钱互吞去啊，要安怎？所以当然你爱做做啲工课的，这样就发挥伊读法律系法律硕士的专长，甲因兜甲因老爸企业社变成一个表面上甲因兜无啥物关系的公司，这个是映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表示是你一定有关系嘛。可是伊后壁所做的代志是又要撇清，又要撇清，这就是伊想要做的代志，这是咱讲的场景的铺排啦，第二部分咱要讲的就是人物的动作，安怎发生作用？你讲老师人物的动作有啥作用？这个人的动作伊会当表达这个人的人物的性格。第一，你会当表达伊的心理状态。阿俊你写小说的时阵，我真重视这个部分。比如咱人拢有当时有一寡动作，有一寡动作，无意中你拢会发现讲你有一寡不知不觉做出来的动作。我比我举一个例啦，有个人也准你想代志的时阵，伊就摇头毛，对无？咱这个台北市长郭成时就是安尼伊有当会摇头毛，但是伊尾会知影摇头毛会当避免伊一寡记者一直甲问问题。伊尾来怎摇头毛动作愈来愈侪，伊就常常一定，若准无想要回答记者的问题时，伊就安尼，伊就挑工，这是挑工的啊。但是伊早毋是挑工的，伊早是不知不觉家己做的。但是尾因为伊伊虽然是一个医生啦，我定讲伊虽然是一个医生啦。但是伊插政治了后我发现伊变成政客的速度比一般人搁紧，所以伊尾迄个摇头毛的动作就变成挑工的当然，这两种有啥物差别？这是我的观察，我毋是讲我一定对我是讲我的观察。若准有一天我以咱这个台北市长郭成时来做主角的时阵，我来描写这个人的时阵，我就会挑工去描写讲伊。做医生的时阵，伊做台这个急诊中心的这个主任的时阵，伊迄个摇头毛是不知不觉的摇头毛。伊尾来做台北市长了后，伊无想要回答记者的问题的时阵，伊迄个摇头毛是挑工的。这两个有啥物差别？我当然我无一定会写啦，我只讲若准有一天我要写这个郭成时的故事的时阵。我就会伫伊迄个摇头毛的动作面顶去做文章，我会去做什么差别？因为我要形塑人物的性格。你讲意思我要去形塑这个人物的性格，那个差异在哪里？伊早伊是一个阿爸的急诊室的主任，但是伊即摆已经是一个目政治目八当的一个这个油骨溜溜。那河流的政客，这两种之间有差别无？有，伊早是有话直说，无毋对。你讲老师，伊即摆嘛是有话直说，无。伊即摆有话直说是挑工做出来的，这是我的观察。你讲老师，你毋对，
不管，我要写小说，我就是要写安尼，这就是我看到的这个人物嘛。哦，所以我写小说上大好处啥物？我讲你是生，你就是生；我讲你死就是死嘛。我要互你死就是死啊。所以我要讲伊就是安尼，我会用安尼写啊。啊，当然，中老师我不好，我要来写一篇来和你对象 ，OK， 安尼上好。哦，讲真笑啦吼，但是我意思讲，这就是写小说吼上迷人的所在，你知影意思无？哦。题外话吼，先说讲者，今年年初的时阵，应该是年初对无？台中第2选区吼，有一个姓颜的立委啊，伊再一次出来含这个这个民进党的这个立委拼赌选举的时阵，足侪人较注意着讲，原来因颜家伫这个台中的海线真正化水会简单甚至讲因老爸伫即个大甲镇南宫即个做做董事长做遐侪年各位，我2、3当前我就写过类似的故事啊。我讲毋是啦毋是啦，但是我讲我写过类似的故事啦。我第2本小说里面有一篇叫做《光明灯》。光明灯，你即摆免来看我的册嘛，无要紧，你去教育部教育部闽客语文学奖教育部闽客语文学奖都有啊2019年教师组的第3名光明灯，你看一篇趣味甲所以我意思讲咱要去写有人留信息，我毋知啥物意思甲请工作人员看因为我无时间我意思讲若准讲你要写啥物你讲真假，迄拢无要紧，但是我意思讲，你要去安怎形塑这个人物的性格这件代志你一定要先想5遍啦，一定要先想5遍啦，所以伊有某一个特别的动作，会产生啥物意义，这就是咱要去表达的意思，安尼。所以有2种作用我个人有2种作用，一种就是形塑人物的性格，把迄个人物的性格表达出来某种可能是表达伊当下的心理状态大概是咧。好，咱来看卖有种有啥物几个例来第一个例就是甲阮廖党的咧，因幸福车队迄几个市长兼换贴的，哪练消话，搁哪做运动。目睭人煞不时相对游泳池边遐个咧晒日头的罗西亚，也是乌克兰的迄个查某囡仔，这一切的情形，廖党的拢看在眼内，所以毋是甲廖党的爱看尔，其实其他的人嘛爱看，但是呢，有的人就是较美手嘛，无遐尼正式，对无所以喙角嘛，敢若无细意，泄露出即个秘密，开表店的阿英。拍人、喝酒人，大声甲伊亏。廖党诶，迄金毛诶水姑娘毋通伤上嘿。若是火还阁养悬，你存遐济财产，都好康着恁某仔囝。你是一身5银拢开袂着哈。咧，即个开口一大阵人十喙九尻川，甲廖党诶开甲面红讲讲，伊共款点无讲半句话。廖党诶，你看，这个内面有2个人诶个性就足明显诶一个是拍人喝酒人诶阿英，伊明明因拢伫遐不时目睭人不时向位游泳池边遐个咧晒日头诶罗西亚，也是乌克兰诶查某囡仔，对无而且廖党诶嘛拢看在眼内你嘛有咧看对无？但是咧，这个人。开表顶的阿英竟然拍人、喝酒人，大声甲伊亏。你看，我有看，你嘛有看，但是我先甲你亏，变成你看，我无一定看。真正为什么？这就是这内面就甲廖党的甲阿英这2个人的个性就表现出来。你知意思无这就是形塑人物性格嘛。过来你看互阿英亏一个歹势廖党的。虽然毋敢阁一直相对椰子树骹的天意遐，毋过伊今仔日一直咧等阿水难免嘛会看到遐个穿比基尼的金毛水姑娘
上咧，廖党诶，就会伫心内浮出一种微微啊酸甘甜诶感觉。哦，安那啥感觉？青春正当时，少年真好。哦，这是一个年纪大的中风过一个查甫人，看到遐个水姑娘啊，心内浮出来迄个感觉啊，微微啊酸甘甜诶感觉，安那少年青春真好啦。伊会感觉所以这要讲啥？就是这个廖党的性昏迷的嘛，所以后壁伊才会互砍去啊。伊就是性昏迷的，遮个人知影嘛，观察出来啊。所以后摆伊人会带伊去站昏迷的，去酒家啉烧酒，去找昏迷的，找查某，安那为这内面去观察着，对无吼？来，人物的性格嘛。来，另外这来。廖党诶，来遮啉茶啦！这台五岭诶吼，台五岭诶春仔茶上青诶吼，对营造业退休诶时党诶，哪泡茶哪招呼，这是对廖党诶来。当然啊，来啉茶啦，时党诶，无论对啥物人拢是真客气，就算拄见面诶人，因拢叫猫咪党诶。恁廖党诶拄则坐小尔，来陪啉这上青诶春仔茶。呀，当然啊，无人知影啥物叫台五岭。廖党诶可能知影，所以伊也介绍台五岭。但是当年就这啉这上青诶春仔茶，免搁台五岭呀，免搁讲啊。来第三个拄着阿水啊，阿水也是伊诶兄弟但是伊拢叫伊水党诶，对无？真久无见，来下烧茶啦。今仔日是你上爱东方美人诶，东方美人东方美人茶，人讲碰风茶，对无吼？时党诶，就是遮尔高甲人招呼，无论啥人，毋是兄就是哥。若无就是党诶，这就一支喙嘛。因为伊是伊为营造业退休诶人，这个人捌见过世面，伊爱知影讲讲保守人爱听好听话。有人讲过一句话啊，好听诶话拢人爱听。敢无人讲无爱听诶？无爱听爱袂出事，对吧？有人爱讲口说嘛，所以伊就讲中国话嘛有一句话啊，讲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意思讲拍马屁都不会穿帮啦，因为好听话人爱听，对无吼？这嘛是共款的意思吼。这就是形塑啥物？时党的个性出来，咬甲人保守，对无吼？来，阿英啊，开表店的阿英，拍人话救人，哇，这拄则讲过啊。来，了大钱，当然啊，毋通安尼叫恁翁啦，叫久会衰小啦，爱叫伊趁大钱，毋通叫伊了大钱啦。连伊诶名嘛用做文章，对吧吼？开表仔店诶阿英真爱找人画骨，甲人开。廖党诶因某，互伊人一个笑甲喙啊，利塞塞。附近人无啥物心机啊，听你安尼讲，就咱爱笑尔，对吧吼？安尼。好来，这篇这段咱要形塑诶人物诶性格是啥物人？来，你看卖啊吼，即种风月场所，阿水啊，定定咧站。大风大影嘛，捌拢经历过，已经袂新阵啊。伊甲李李就是迄个大班啦，大班啦吼。伊甲李李使一个目尾，介绍廖党诶好实在。这廖党诶是咱7期8期诶大地主，连后摆咧开发诶13期高铁特区，伊嘛有土地哦。意思讲伊土地真侪，恁沿岸甲按来试试，后摆定来甲恁交关你生意就做袂煞。这是阿水也讲的话，真啊假毋知，这真啊假毋知，因为李李毋知啊，伊也毋知影啊，对吧？但是呢，李李即种小姐啊，伫佚佗场所会当生存遐久，当然嘛知影真侪话是3分真7分假，袂当伤顶真。伊知影阿水也讲的话无认真的啦，但是呢，伊讲啊，毋过伊看廖党的清茶泡啊，阁有淡薄仔装脚人的气味。但是阿水也阁对伊铺铺塌塌，所以观察的重点伫对，阿水也阁对伊铺铺塌塌，所以对伊好咧绝对无毋对。所以伊的观察毋是你的清查，嘛毋是阿水啊讲的话，伊是观察讲，阿水啊，这亲啊伫5场所伫站的人，阁对伊铺铺塌塌，安尼表示啊，因要伫伊身上捻一寡钱，对无吼？所以当然，恁要甲伊捻钱，恁一定会下功夫，对无？
下一寡功夫来为伊身上来趁钱嘛。啊，所以我甲你按哪样好势，当然就无毋对啊。所以李丽是一个五六场所的这个代班，伊毋是听你阿水啊讲哦，什么7期8期的大地主哦，13期的大地主哦，伊毋是听你遮个话啦，伊是看你的做法，看你的作为啊。这个廖党的明明就穿甲泡泡啊，佮淡薄仔真卡爽的味，啊，你为什么对遐好？有目的嘛，对吧？所以这里面塑造出来人物的性格是啥？欢场女子她不是听你讲什么话，她是看你做什么事，伊是看你做什么代志，伊毋是听你讲什么话，因为五六场所讲的话袂听一啦。人讲迄种场所讲的话会听一咯，交赛就赢者对吧？所以无可能嘛，这就是形塑这个人物的性格，李对吧？过来甲阮廖党的这边廖党的透视人毋捌行过遮高级的佚佗场所，逐个小姐嘛水当当，无论是巷饮也是碰皮佮古水，逐个嘛看甲真介意，可惜毋是真正咧做皇帝。若无足上加紧几个来坐伫身躯边，目睭踅来踅去，选规无久，佫还袂决定。爱食佫假说伊，对吧？这时阿水上知影因即个的轻重，随经一个敢若混血儿，就是透蓝的对吧？金毛的甲一个身悬要170的，五官真深，亲像原住民的姑娘。李用眼神咧问廖党的，敢有满意？廖党的共款一直点头，欢喜甲讲袂出半句话。你看，这内面有一个啥物？一个经验丰富的阿水有一个爱食假说伊的廖党的，对吧？是咪演得出来一个经验丰富的阿水嘛，一个爱食假说伊的廖党的嘛，演得出来安尼，好来下骹这段是股份有限公司，因为我头有讲股份有限公司，所以你看这段为着无爱互人感觉家己是反，昆王伫书专读册，特别认真咧学国音学，佫去参与辩论的社团，参加演讲比赛、朗读比赛，尽量学上标准的国语，而且佫志愿去担任国语推行委员。这个真侪同学心目认为是要爸仔的工课。你看，伊家己志愿去做要爸仔为什么？来，毋知是因阿公甲阿爸的教示，也是伊受伊身躯上所留的血的影响，爱有出发，爱有成就，伫社会上会当甲人比拼，是昆王心肝窟定定出现的想法。尤其是因阿爸伫伊满16岁迄年，会晓得，甲伊讲伊是八姐，就是八仔亥，八姐就是八姐就是咱中部地区的平埔族啦。以早是伫丰原甲这个新港遐，尾仔因迁去埔里，所以我是用这个角度来去写的当然我无写出讲迄个所在是埔里啦，只是讲我写伫写这个故事的迄个原型有伫遮啦伊愈来愈拍拼，望会当比因阿公阿爸有佫较好的成就，而且袂输互遐个国语讲甲上标准的外省上无嘛袂当输互任何一个河洛人。你看，这就是伊想要有出发，伊想要对因的同学当中人讲出头天，对吧？就是想要出头嘛。所以你看，伊根本做要爸嘛无要紧，对吧？伊就是咧国语讲啊足标准的这个是伊的愿望嘛。因为以早拢互感觉讲，国语讲啊足标准的就是够读册的，还是足够讲话的，对吧？就是较优秀的嘛。无形中有互伊有种感觉好来，这是另外一边校长室的一类会这我无讲到人物啦，等下校长室的一类会其实就是你讲校长室迄个工友啦，查某工友。当然，伊3个校长拢真介意伫这个校长室在迄个会，但是3个校长在的会拢无共一个是在兰花，一个是在迄个敢若荷包花，一个是这个野姜花，那个野花野花无共款的性格啦大家看，阮大官这是我唯一到即摆为止我写的唯一一篇第一人称的啦，就是用
用主角的角度哈，就是第一人称哈，拢是我，拢是我，拢是我咧讲的吼。用阮大官知影我所受的委屈了后，伊无答应我辞职。哈鲁克，这哈鲁克就是因大官是日本时代教育的人，所以伊拢叫因新妇叫伊哈鲁克。哈鲁克就是村子啊，村子台语叫村主啦，但是伊拢叫伊哈鲁克吼。你敢知影？我为着要甲你送入去校做工友，我爱开偌济钱？伊哪点分，哪甲我讲，我完全毋知影，嘛毋敢甲应。我甲你讲，免开半仙钱。免开半仙，有啥物通好讲诶？毋过你敢知影？我欠县长诶认证，当时才行诶煞。人讲金钱济好行，认证济恶行，你知无？所以因大官就甲意思讲，你去做工友莫讲嫌歹啦，嘛莫讲受委屈就我做啦，因为因新妇甲讲我做嘛阮大官听着我要辞职，讲话开口，敢若无咧生气，颠倒是咧烦恼欠县长诶人情要安怎行诶？就安尼，为着无爱互阮大官歹做人，我就算感觉真委屈，嘛爱继续伫水尾国小做落去。这设定诶就是一个庄卡诶国小。因大官是地方诶人士啦，含县长因拢有熟，所以伊会用甲小介入去学校做工友，做查某女工友啊。工友是正式诶公务员哦，伊拢会领一世人诶薪水诶一直到退休所以这是一个真好诶亏嘛对台湾人一寡较善社人来讲这算真好诶亏啊当然因兜有咧做生意啦因大官有咧做生意当然这是一个要好一个名嘛伫学校上班。讲因新妇伫学校上班这个好一个名安尼所以这内面伊所想的就是啥物？这就是一个这个哈鲁克的这个村主，伊就是拢事项拢咧替人想。伊少年的时阵，因老爸出车祸为了要帮助厝内的经济，所以伊去卡拉 OK 做这个公主公主其实本来是无咧陪酒的，但是尾嘛聊落去安尼。当然嘛是有一寡原因啦，但是我是讲，伊就是这个主角的人物这个主角是啥？拢会事项拢替人想。少年的时阵替因老爸老母想，想到因有小弟要读册，所以伊牺牲家己去卡拉 OK 尾甲熟识因翁安尼。尾熟识因翁嫁来人兜做人的新妇因大官引伊去入去做这个学校的工友因为互讲一寡真歹听的话。人甲讲伊是靠关系的嘛，所以伊就无想要做当然靠关系是事实啦，对无伊感觉伊无想要做，我会互口说嘛但是伊甲因大官讲了后，因大官讲我是无开半仙钱但是我欠县长的人情债还袂煞，对嘛？这时伊听到大官安尼讲，心就软对无？心就软马上就好啦，继续做落去。所以伊这个人物的性格是啥？这个校长式的一缕花，这个女主角，伊就是事项拢替别人想，拢无替家己想的嘛。伊的人物的性格就出来啦，人物的性格就出来。来，恁甲阮校长式的一缕花，伊讲恁校长就任了后，伊知影阮大官伫地方安排真有影响力，甲前任以及现任的县长拢真熟悉，所以对阮大官铺铺塌塌，不时来阮厝里泡茶开讲。有当时佫会找机会送一寡礼物互我，讲是要感谢我伫校长室顺头看尾的辛苦。毋过在我看来，因像拢咧巴结阮大官才对。你看，因大官是万年的家长会长，当然这是以早啦即摆无啦，即摆免有万年的家长会长。来下一段，不出我所料，林校长就任无偌久，水尾国小就得到县政府一条校园空间。整体改善计划500万的补助款，要甲学校的墙椅全部敲掉，另外起一个白铁做的通光的开放式的墙位，而且嘛真拄好。尾标着迄个工程的，就是阮大官的王福英造厂。你看，这个官商勾结的物件出来有无？因大官的关系，才去申请到这500万的补助款，真拄好标的时阵，就佫互因大官标着，这是毋是？我老总哪有说拄好的代志？这就是要甲你讲，这是叫官商勾结嘛，对吧？因为第一摆配合甲真舒适，
林友文校长愈来愈接伫阮兜咧行搭，颠倒喊你伫水尾国小的校长室出现啊！所以你看，伊咧描写这个校长啊，拢咧行政治的啊，拢咧行关系的啦，怎较接伫人兜出现，喊你伫校长室出现啊！所以这段时间，伊是描写讲这个校长的人物的性格，为了出头天，为了要出头天，伊可能用足侪手腕、手段的，对无来下一段嘛是校长室的一类会，你讲我的工课减少了，因为换校长啊，吴校长常常交代我去替伊处理一寡私人的代志，有时阵替伊汇生活费，互台北读册的囡仔，大汉后生。有时替去因翁的事务所摕资料，尾我发现吴校长因翁的建筑师事务所，伫咧吴校长来水尾国小就任了后，嘛开始甲阮大官的营造厂有业务往来。你看有无？校长因翁的建筑师事务所毋是校长是因翁的你看嘛马上含因大官有往来对无当我开喙甲吴校长讲要辞职的时。吴校长毋但无甲我留，阁甲我讲，凭阮兜的经济，大都无需要工友这个食袂饱、枵袂死的工课啊。既然厝内甲公司拢需要我转去斗相共，伊当然爱成全我想袂到，一个因翁的建筑师事务所，甲阮兜的营造厂关系遐尼活的校长，面落来的速度比全局的变面变脸阁较紧。伊是咧讲这个吴校长现实啊。现实，伊是咧描写咧吴校长现实，为什么现实？你看，公私不分，叫工友替因囝汇生活费，叫工友替伊摕物件去因翁的建筑师的事务所，公私不分，第二个势利眼，知影伊要辞职了后，就随讲，无要紧，对无请神容易送神难，对无？伊就是安尼想，对无过来。表达心理状态，你注意看这段交接的最后一项工课，就是照顾校长室的盆栽。我讲到上早的查校长介意兰花，因为伊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士大，有淡薄仔古老，但是对部下真客气。林友文校长上介意较野芳的野花，迄就亲像林校长的人共款，活泼、恐高，随时就会当甲伊做朋友。若吴校长上介意的荷包花，刷落去我都毋知要讲啥。为什么？因为这个校长我第个敢会因讲，因袂敢讲结果迄个白目的接伊的工课，迄个新的工友，伊就问春子小姐，你讲吴校长上介意荷包花，敢有啥物意思？眼前这个要接任我工课的少年姑娘，看起来差不多24、25岁，遐尼悬的学历，敢屈这个工课屈会掉？意思说，你学历这么高，你可能长久在这个位置上吗？那有较好的机会，敢袂随时就落跑所以伊讲荷包花我嘛毋知呢。我敢知影伊大开的是真水，而且佫足贵气呢。花池你着甲花顾好就对啊，迄是咱上重要的工课之一。伊无讲工课之一，意思讲。变成讲，若阮校长要重用你，你就做对工课啦。若校长无要用你，就是你着顾花就好啦。你就发现讲，一个工校的工友竟然顾花就好啊。你就讲老师这对，当然毋对嘛。但是伊是会长的新妇呢，伊是地方人士，这真有权利真有权利的这个会长的新妇呢，敢会当叫伊做伤硬斗的工课？当然袂用一啦，对无当然袂用一啦，这其实嘛是表达一种态度好来，这个倒来聊当个食因为时间无介济佫倒来聊当个食伊讲就伫大家酒杯长开的时聊当的青帮白帮就徛起来，双手抱拳那古早的武林夹客咧甲人告示讲，明哥，恁大家豆豆啉，我今仔日真忝要较早转去休困10回，转爱啉的为什么要转去聊当个蛮请的啦，等一下佫有你上介意的甲小姐带出去困，你敢无爱？毋管众人伫后壁大声喝休，聊当个只想要较紧转去，而且伊决定要甲土地拢过互因某，永远袂瘾佫做啥物当的因为啥物要甲土地过互因某？因为伊发现
遮个身躯边遮个兄弟，逐个拢伫啊，拢伫啊，逐个拢伫啊，流喙烂，对伊个土地流喙烂，所以规气啊，安那特别甲土地过互因某，较免遐麻烦啦，哦，较免遐麻烦，哦，来，佮即个，都伫民国甲牵交苦诶阿水啊，轮流伫甲廖党诶洗脑诶时，毋若包厢内底坐台诶小姐愈来愈侪。一寡无熟悉诶穿乌衫诶少年家嘛，甲包厢客甲10钱钱，互廖党会感觉连输气都困难，想要赶紧离开即个永摆伊上爱去诶所在。为什么呢？伊发觉吼，入来诶人愈来愈无共款啦，有穿乌衫诶少年诶，嘛有愈来愈侪小姐坐台诶，为什么呢？伊发觉讲吼，敢若状况无共款啦，嘛发现讲，民国甲牵交苦诶，有无？因讲诶，迄个重点就是讲要叫伊甲土地卖掉嘛。伊发觉讲，这毋是工课，毋是头路，所以伊想要脱离这个所在。这就是伊诶状态嘛。来，这退薪正当启明规个情绪拢浸伫20当前诶往事内底，手机啊煞洋洋掩起来。袂记你家己关起静音的模式，手机啊的音乐声，甲会场内底所有人惊一跳。就人咧开会，家己的手机啊咧响，当然伊就讲啦，启明哪像做毋着代志的囡仔，共款头壳咧咧，紧走去外口听电话。伊本来就是足无聊的，强强那听到迄个手机啊响起来的声，踹一跳，对无来。就伫两个人对青分到渐渐熟悉的对话当中，原本感觉开甲落长的会议，煞汹汹结束。就是伊伫讲话啦，所以无注意到讲会结束啊。主办单位催大家紧去集合所在坐交通车，启明只好甲美足的手机啊、号码甲电子批箱拢抄落来，结束这段20当来第一摆的对话。那因为足期待嘛，虽然是拄开始是真惊吓，但是呢。含伊讲诶话，感觉一分时间就结束啊，所以就是一种心理状态，就是对即个伊20当前含伊分开诶这查某囡仔，敲电话来，伊是偌尼欢喜咧，才会讲本来感觉迄个会落长开袂了，结果伊讲电话讲无偌久尔，会就开了啊，对吧？这是毋是一种心理状态？嫌即个时间无够长，对无？过来，这嘛是退薪哦。伊讲变出差诶时间较长，启明拢会买因牵手爱食诶肉干转去做等路。毋过下晡诶迄通电话，甲启明心内迄窟恬静诶湖水拉一个若落过大雨诶落水溪共款，等真久都袂得清，嘛袂记咧要买因某爱食诶点心，只好伫台中高铁站凊彩买一别个县市诶名产准拄好。伊想讲有时阵换一个口味嘛袂歹。即句话是啥物意思？有时阵换一个口味嘛袂歹。伊其实咧描述讲吴启明长期以来含因某感情真好，但是呢，煞因为即个20当前分开，无阁联络的即个查某囡仔敲电话来了后，竟然互伊伫头壳内想着讲有时阵换一个口味嘛袂歹。这是作者我咧安排啦。我作者安排啦，因为转去到厝。启明中饮欢喜的心情，超工激一个面相，敢若真疲劳的款。伊惊家己的表情伊就用伊惊伊家己心内的欢喜会泄露出来，所以伊会泄露出心内迄个秘密。哇，佫超工叫我水某诶，我转来啊。即摆去台北开2工，有够无聊的会，有影真忝。启明哪哈戏，哪甲肉干礼盒摕互因某，调因牵手雅慧，这个是因某的名才出现。然后后壁就会去描写就讲，因某安怎去发现讲因后来自从半当前，佮互相联络了后，美足逐工放学了后，拢伫教室看书、解谱出作业、写辅导记录，也是甲共年级的老师讨论代志。非得就是无要遐早转去，因为伊知影吴启明抢在伫5点半、5点通的时间。敲电话互伊，哇！查某会伫等待。来，另外一段，吴启明嘛共款。以早若到下班时间，
无啥物重要的公文，伊就会叫因课内吼，伊是公务人员嘛，甲伊同齐下班，别个课的人若拢嘛学了有5科零是对属下上体贴的课长，毋过最近就无共咯。若下班时间，伊共款甲课内的员工赶转去，伊家己说讲要留落来批公文、写计划，讲安尼较会当专心做工课。啊，敢有影？当然无影嘛。啊，伊心理状态啥？伊就是要等待。办公室无人的时阵，你敲电话给即个查某囡仔嘛，安尼。后来，自从永兴伫下班了后留踮办公室，甲美足讲电话惯习了后，5科明转去处理的时间愈来愈晚，而且对因看守雅慧愈来愈无耐心。你看，开始改变啊有无？当暝食暗顿饱，虽然共款甲因某做伙去附近的公园散步。也毋过，两人讲的话题煞愈来愈少，甚至因拢因某咧讲，客面久久才应一两句。翁某做伙20冬，雅慧当然知影伊的翁婿一定有问题。虽然伊无确定问题伫倒位，但是伊感觉客面最近是人伫厝内分批煞留踮外口，袂记咧查倒来，有无？因某毋是无感觉啦，只是无点破尔，所以伊开始发觉讲因翁来。这个较重要来讲者伊发觉因翁有问题啊！伊甲讲啊，你心内安怎想我毋知啦，但是迄个人是你少年的时，因为因尾仔发现讲因翁含进前20年前分开的迄查某囡仔，佫有往来迄是少年时就捌介意过的人，你要叫我莫想济，敢有可能？雅慧哪讲哪想起伊的翁婿，青春少年时的往事。雄雄感觉家己哪亲像是迄个人的替身共款，哇！替身这两字出来啊！这20年来，伊甲客明交往、结婚、买厝、生囝，车辆事事，一切拢真圆满，嘛毋捌感觉到伊的心有啥物变化。若毋是客明想要稳重伊的心思，就是伊根本就甲伊当作是钓美足的替身。一旦伊翻头倒来小吹。客面就亲像通拖，去着光共款，毋管任何效果冲过去。啥物状态？客面的状态啊！伊为虾米呢？对吧？伊就敢亲像迄通拖见着光共款毋管任何效果冲过去。这就是伊心理状态。好，我先讲到遮啦歹势，因为我时间今日控制了无好势这个内容2点钟讲袂煞但是呢。嘛会当讲到遮，因为咱针对人物的咱场景的铺排甲人物的描写已经到第一段落啊。因为刷落来，这是要讲人物描写的一贯性因为这个 PPT 若准备详细讲爱搁讲点外钟所以真正歹势无法度，因为佫有10页左右啦佫有10页左右，所以无法度甲讲互煞所以这点就请大家谅解。但是呢我重点要甲大家讲的意思是讲咱这个人物的描写后壁佫有一贯性啦冲突性啦大概就剩这2项一贯性就是你一个人物的这个显现就是有一贯的原则啦但是当时的冲突就是受到某一个重大的这个刺激，还是某一个事件，伊就会产生这个冲突性大概是这个情形但是歹势因为即个佫讲咧真正几点钟诶所以我就先暂时到遮。但是一般来讲咱今仔日爱讲诶这种小说人物的角色的设定我头前是重点只是后壁用这个文字来辅助讲为什么了当的伊的角色是安尼来铺排阿莹啦，啥物其他人为什么安尼铺排大概拢有介绍着嘛无算辜负着这个这个园长因的邀请啦应该有甲这个。小说人物的小概拢有讲到大概是安尼所以请大家多多指教所以这点就请大家多多指教我就先到遮无我今日耽误大家休困的时间安尼多谢大家我就甲麦克交互园长多谢多谢文俊老师伊安尼将规个故事安尼规个小说的即个人物一安尼介绍伫。人物的一个描述啦、心理状态啦、啥物拢甲伊讲起来。我想，这就是
不止啊鼓励咱大家，就是讲我看自咱诶即个课程开始，就是咱每一个老师拢鼓励大家爱学习，而且爱去做，爱去写吼。我会记得顶面诶老师讲话是风啦吼。字是宗啦吼，但是你若无写出来，风话咧可能就无去啊吼。迄个音，迄个字，我想即个足好。但是咱过去已经损失遐个哪几十档去吼，即摆咱逐个豆爱笑着嘛吼。上无第一基础就是爱听有啦吼，上无爱听有。第二就是过来就是爱会晓讲，所以若讲袂周是无较接讲就会较顺，较接。讲就会愈有机会，愈爱敢讲，你愈毋敢讲就愈无。敢若讲可能嘛无够，就是爱搁写吼。我想咱前后遮老师的即个理论讲法拢共款，就是讲鼓励大家，你写好写歹，抑佫袂要紧，你有写就比无写较好吼。所以我想即几个老师，逐个拢是累积落来，一遍一遍，一遍一遍。我相信听遮尔济老师，逐个人会鼓励方法拢共款，所以请咱逐个一定爱继续认真，爱讲，爱听，爱传，佫爱写吼。所以我想这是今仔日老师特别互咱搁一次足清楚的鼓励甲指示，请咱逐个都爱去实在去做到吼。伫遮毋知有人要提出问题无？头壳有看到靠后要发。我就是想要互即个老师建议，就是讲，若讲会当甲家己出版的即个小说，佫会当加讲，拄则吼家己念伊的小说安尼，除了讲会当互咱明白一寡小说的剧情以后，以外佫会当讲。会当做一个教材，咱嘛知影讲，这原来读甲遐水敢若读，毋过即摆敢若有写诗的人会讲出一个 QR code 有一个网站，互大家听讲即个诗的拄则会去读一解。毋过小说真正拢无，毋过阮感觉阮真需要这项物件。所以讲是做其他会当讲有一个静音的版本，加出音的版本，加钱嘛袂要紧，因为可能有成本的问题，这是我的建议，多谢。嗨，老师，毋知有要回应无？这个建议真好但是嘛真歹吼。真好的原因是讲吼，对有需要的老师吼真好啦，但是真歹的原因是真正第一时间啦第二成本啦，因为你 QR code 你诗吼，你着几分钟尔嘛，但是你一篇小说你像1万字啦1万字，咱差不多1分钟差不多念差不多1分钟念200字嘛，对吧200字左右。你1分钟念200字，你1万字念几分钟呢？50分钟呢？一篇小说才50分钟，你6篇爱3点钟，毋是300分钟，300分钟几点钟？300分钟6点钟呢？恁的社长是叫别人去念，毋过我都别人念有诶念真好，有诶念甲做。对，因为水准有差啦，水准有差啦，我度。但是我感觉这是因为其实我拢较期待讲大家家己念看卖啊。因为你若讲这字毋捌像我拢真主张讲你照教育部的汉字嘛，你若毋捌你着甲这字去查询讲教育部的词典，这字要怎念？若说讲有需要标音的，我拢会标。安尼大家应该就会用帮助多数超过7、8成以上的老师会当来念这个啦。因为你拢部分拢可能念有一个缺点，因为你拢听人念了后你电脑家己无一定会念。这是我的想法。所以我当初若阵散文我按算可能明年若阵来出散文的时阵，我可能就会用录音的，就是一篇散文就录一篇安尼。安尼第一长度较短。伊长度较短，比方像700字嘛，700字就差2、3分钟、4分钟对无了不起4分钟就一篇，安尼大概就 OK。所以那感谢 Carol 老师我若阵有出散文，我会考虑讲用录音的来互大家做推广的效果啦。这多谢你的建议，好无？多谢。多谢。
喂。我想讲，咱嘛真鼓励大家吼，伫家己附近会当有即个读册会，大家嘛会当做伙读，做伙互相来激励。我感觉即款有当时家己一个读有伊的效果，但是若是有伴，会当大家一个定一个时间，大家做伙嘛会当交易，互相来勉励。我是想讲，即个咱也真鼓励吼。所以咱也欢迎，因为即摆看起来是全台湾甚至世界各地遮侪朋友拢有咧参加咱即个活动，所以伫这个附近欢喜，大家若说会当去组成即个读册会，大家佫有做伙，我想这应该嘛是会当有所帮助吼。好，咱欢迎大家若有心，拢会当去做，会当去鼓励，会当去参加好。嗨，毋知抑佫有人？要讲话无？有，是。请问老师一个问题吼，因为即摆吼有太侪人拢用华语咧讲吼，那毋过伫咱要台语创作的小说内底吼，你若想迄华语的语词用太侪吼，对，感觉咱就搁哪像这华语的小说，若规个改做台语，敢若无合迄个情景，安尼像即个情况是安怎处理较好？係。感谢吼。我写的小说就有这个问题啊。比如讲我写的迄个外省的吼，伊也准，比如讲我像这第2本小说就面对这个问题。迄个陆公诊所吼，迄个外省的军医啊，伊含因查囝拢讲华语，所以但是我尽量减少啦。讲伊含因查囝讲话，我敢设计1、2段尔。但是因为我设定的角色就是讲吼，伊伫台湾活40、50冬啊，伊来台湾40、50冬啊，所以伊尾啊呢，伊其实拢伫台湾成长啊，所以伊连出国就算嘛用台湾话，含迄个台湾人伫交的时阵，伊嘛用台湾话。我的意思吼，其实迄个语言的迄个界线，讲我是台语小说嘛，但是我免写伤侪华语。但是因为角色伊有可能伊含因某，也是含因查囝讲华语的时阵，你嘛免去忽略即个事实啦。你讲叫伊讲全台语，你会对伊的角色产生怀疑啦。所以像即种情形我设计的时阵就是，伊含台湾人拢讲台语，但是伊含因查囝、含因后生，伊就讲华语。为什么？迄就是因厝内咧讲的话嘛。但是伊伫外口做生意，因为开诊所，伊要服务的是在地乡亲对无所以伊会学台湾话，因为伊伫台湾已经50年啊。当然伊会晓讲台湾话啊，这是应该嘛。所以我大概用这个时来做差别。当然，是毋是做了真理想，我毋敢讲。但是我就讲，我尽量就讲，咱既然是台语小说，咱当然希望是多数是台语，无毋对。但是，若准有一寡角色设定顶面需要讲到华语的我袂排斥。因为你若排斥华语，颠倒会互感觉讲你忽略到即个咱台湾现实的状况的事实。这是我的处理的方式，互老师参考，好不好？好，谢谢。係。落啦。多謝。毋知抑佫有人要發言無？來，張英浩，張英是毋是？毋是張。我现在好是，我请问老师，你这他们你所讲的迄个内容吼，内容内底吼，有诶牵涉到一寡咱的迄个当然是现实的即个社会问题嘛吼，嘛会人甲伊批评的，我是加一点嘛吼。第二点是讲，你写册吼，我想要来看嘛，要甲买点。买册是哦。来，我甲我的最后一页互恁看，好无吼？最后一页互恁看因为这其实我因为我知影有老师会问啦恁着甲这个页面我甲大致信息官还是讲你要甲这个图炸落来嘛是可以，好无大概是安尼这是恁甲来参考这个买册的方法大概是安尼其实毋是主要要来卖册啦，但是互大家参考啦安尼。互大家方便一下啦，是。我想拢达伫咱通学习的所在加有手里有物啊，加足好做工作。加足方便咧。嘿，是，好老师毋知抑佫有人要讲话无？我差不多咧讲，就是讲你的内容差不多所讲的牵涉着有一寡
五六十年代吼，演是一寡人物啦，啊嘛会用产生吼一寡误会啊，甲迄个反击入啦。我是讲，老师啊，我讲吼，卖对号入座啦，卖对号入座啦，我袂写甲明明讲都是啥物人啦，但是卖对号入座啦，咱写小说就是安尼嘛，当然咱一定有一个原型的人物伫遐，但是伊无可能是100%。我定讲3分真7分假，小说大概7分是假的，你莫甲迄假的当作真的就好啊。当然，若阵有人要质疑，这是读者对作者的质疑，还是立场的质疑，我感觉迄种无要紧。咱写作者就是你既然敢写出来，就爱敢去承担嘛，所以免互阿强来啊，阿强来，我都会互伊关啊，对无讲得对了。谢谢老师的解说啊，我了解，谢谢，你讲得好，多谢你，谢谢。嗨，毋知抑阁有人，抑阁有一个 prayer， 啥物人是 prayer 是啥物人？馆长你好，我想要问讲老师，迄个这是第一本的小说嘛？啊，第一本的小说敢有搁伫卖？啊，要安怎买安尼？嘿，这是我杨道将军哈。杨道将军。嘿。老师，你杨道将军敢有在买无？无啊。老师。杨道将军拢无啊。无。歹势，好，多谢。后摆有机会再看卖佫会改版。无伊佫重印好无好？佫加印好，来哥你。慧珍，老师请教者你遮顶头写讲用 ATM 转销但是阮老伙仔袂晓用这敢会当讲去邮局单直接迄落甲钱寄入去啊？是安怎？你用用无折存款，你就讲你要无折存款就好啊。好，感谢。无折存款用一下，OK， 好，感谢大家多谢。还佫有无？我想大家拢足欢喜黄老师伫咱的台语文界已经付出努力投入遮尔侪年，嘛有伊的心得，伊拢无暗度拢安尼摕出来甲大家分享，希望大家每一个人拢做是你家己真好的发挥会体，你家己本身就是一个足大的宝贝，像咱黄文准老师共款。只要大家开始做认真做，其实恁嘛毋是刚开始啦，恁一定是拢已经做一段时间今仔日才会伫线顶所以请你善用你家己的即个精神甲种咱继续来努力，大家做伙来拼势。咱用热烈来拍声，多谢黄文准老师，嘛多谢你家己的参加，嘛多谢所有的工作人员，多谢安祖老师，多谢，我就是离开了多谢。多谢老师。咱个有拜四的课还佫继续另外咱是8月27伫咱台语文园区有咱的音乐会欢迎大家会当来恁若是有要来，嘛会当互阮知影互阮欢喜一下通甲你接待安尼伫遮甲恁大家讲多谢辛苦大家继续努力，多谢。谢谢。